这65部作品拢是90年代台湾杰出水彩画家陈延和的作品。过去担任老师期间，因为全台遭套创作，所以台南的高社门甲民众日常生活的街头景色，嘛拢成为伊的记录。号称老顽童的陈延和，就因为水彩风格的变化，已经成为台湾风景水彩画发展上好的见证。我父亲后来加入这个透明跟不透明水彩混用，再加入黑墨、粉彩，用黑色的签字笔勾勒，或者在这个素描，就是说这个炭笔或者是铅笔或者是黑色签字笔的素描上面直接画这个水彩，所以就是很多变，就是让这个不管它怎么变了，他是在玩一个轨道外的游戏，但是同样对台湾这个山水屋瓦都有深厚的情感，不管它怎么变，这是一个老顽童的这个由来了。现场详细替大家导览，就是陈延和的查某囝，伊伫老爸过身，经过10冬的经历，才慢慢认识伊的作品，嘛坦诚是一种疗愈的过程。伊伫台北、故乡屏东以及台南等各地举办个展以后，每年将出版中英文的画册，前往美国展出，希望成为推广台湾风景水彩画第一步。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疗愈啊。那因为以陈荣和这样子一个资历经历的画家，他必须要有一本中英文的一本这个画册留下来。那为什么是中英文呢？因为这个画册里面除了收录他的画之外，还有很多跟画坛的小故事，还有就是有很多故事，当然是都跟作画有关的。最主要为什么要中英文？因为呢，明年已经跟休斯顿的公立图书馆讲好了，会在休斯顿的公立图书馆展3个月。在这个做的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感就出来了。我觉得就是说，我要到那边去做这个，让他们知道台湾早期也有自己的西画，譬如说陈荣和的水彩风景画。这摆陈延和的画展收出来台南美术馆一馆展出，也包括伊的作品连续11摆入选日本水彩画会等古早物件甲原稿，相当珍贵。欢迎民众12月18号开始，一直到2021年1月17号，做伙来感受陈延和的艺彩人生。台南新闻阮及何强邦采访报道。